云林环球科技大学即马是教育部立管专案辅导学校，即马是风声讲学校违法甲老师扣薪水。昨昏有高教工会，也有老师是去教育部申请。这老师讲学校已经甲因扣几啊个月薪水，因即马要求爱换校长，嘛爱补薪水。不过教育部是表示，这间学校的财务状况即马是真歹，是希望会当赶紧停止招生。扣薪零容忍。高教工会甲几内云林环球科技大学的老师，伫教育部的门骹口来抗议。环球科大伫去年要求老师爱签学术研究费用拍一个同意书，结果无爱签的人说互违法扣薪水，将30多位老师的学术研究加级直接一打了4折，拒绝签署以后，学校就开始片面的扣他们的薪水，已经扣了5个月了。定情的老师表示，学校一再违法扣薪水，虽然和教育部罚告解总共165万，不过罚学校对违法的校长甲董事根本无效，而且教育部相关法规是禁止私校伫老师无同意的情形下扣薪还是减薪，教育部卖袂记咧，除了罚钱，阁通照私校法的规定，直接甲校长改评。这是第2次的违法扣薪了。违法减薪的事情必须立即终止，马上发还老师的薪资。教育部表示，环球科大伫去年9月就因为财务恶化，被列做专案辅导的学校，改善期限到今年5月底，就算换校长，学校底期内嘛无资金，敢若会当呼吁学校赶紧来停招。从董事会改组之后到它停办之前，学校需要的费用都可以用基金垫付。所以在这段时间，学校老师绝对拿得到薪水。教育部表示，就算换校长，学校同款嘛是无钱来行政真欠的薪水，这部分敢若会当处分校产来行。也若准学校停招停办，收落来的钱，才会有退场的基金来垫付。记者电台台北采访报道。